當我和你的老闆交談時，我們來到了一家出口農產品的企業。此類產品主要出口到這裏。綠豆、瑪莎，這裏，那是一半。是的，這是半顆綠豆，這是整個。就在這裏，整個產品品質高。它們都來自烏茲別克，而且是一種天然產品。一切都是自動的，但機器，這一切都是專業生產的問題。我們幾乎可以出口任何數量。這是來自烏茲別克的最終產品 Masha。所有這些都是有機和天然的。就在這裏，我們洗衣房的倉庫。